每一个人都有迄个机会通过参与，因为咱当下如果咱若做袂到当下，一定来欢迎来参与，而且呢，咱何况咱是前后一些，也是5届，因为咱离迄个5届在咱赛道因为深了，对咱是否用学道一个同心向的心啊，足重要。是安怎讲重要？因为人会当小心了事，一定是袂失败。但是咱理解是安怎会做好事，也袂做歹事，因为理解人呢，过一世，咱无好好啊做，也无好啊做，都轮圆伫迄个事情业道之间呢。但是你也要来做人的话呢，你一生中迄生命的路一定较辛苦，较辛苦。因为你所有着的业绩一定较济，迄个业力，所以咱后来讲来讲去，像咱隔壁打一个囡仔，伊本来就是迄个张生日，做日营的11点，体育大厅边边同学来庆生的，倒转来的时阵，因为落暗，落暗，煞迄个滑倒，徛倒啊去上倒来，拄啊后壁呢一台迄个左边推车呢，换是煞无去，无去呢，怎讲？所以呢，你也看，迄个步行来经过，但长时间呢，伊控制无到，时时时地呢，做后壁就是你爱做，所以呢，咱户外感觉讲，咱一生当中，既然有法通见到，请呢前后所在，一定爱好啊来事，好啊来做，所以。恁若看讲今仔日来听道呢，来听道经验伊迄个因为咱互放呢，伫迄个身体内底呢，好一个原因是讲有一个因妈妈去参加咱迄个法会，即摆伊问因妈妈讲妈妈，你今仔日去听法会，你有听到啥物？伊讲拢无啦，拢无啦。但是因儿孙呢，就来问呢，拢无，你听迄个法会到年头，但是伊传达因儿孙讲你看一下，哪去迄个水龙头遐底看会了个啊？计看水来底敢会了？无可能底会了。但是呢，伊来儿孙讲，虽然底水袂了，但是伊有经过水洗过，伊将伊迄个污垢，甲迄个水瓶呢，伊个垃圾呢，拢洗了。所以因妈妈有理有啦，就有意义。所以咱同款，毋通讲小看今仔来参加这个法会，但是加加减减，换边后听到的时阵呢，你就是有一日呢，伊迄个经济呢，一定会开花结果。所以呢，咱户外感觉讲，有班呢，一定会严出来听，一定迄个效果，爱一定。所以咱无法度我讲咱，因为迄个开发，
讲看着送，看着优点来处理，咱同学都做不来，爱问讲吼，一个人徛咧开食茶问咱同学啊，伊梦中问咱同学迄个人开食茶要安怎？这个伊就讲吼，讲咱同学啊，袂晓讲，迄个会当大操作啦，但是你看敢有法度？咱毋是咱济公老师呢，所以呢，咱活的感觉讲，严相时啊，伫咱一生当中所做所有，伊一定爱家己去承担，别人敢有法度来承担，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同学的感觉讲，咱老菩萨等伊，咱同学去做龙门官，你看带到尾总因咧等伊呢，伊迄个三份当的时阵呢，自然而然伊到过，伊收到过，自然而然呢，伊就到过。咱同学呢，无可能所以迄是一个成书上的迄成书上的创作是成书上的因为人细小讲一句啦迄满迄个活人的目睭啦，因为想养伊身体，是愿等伊就办较迄个较庄严较好势。其实呢，迄个情绪上，但是咱同学感觉伫即段时间呢，咱好好念迄个文，念迄个文，伫迄个表声赞义内底，伊就讲呢，讲地龙到处进八方，地龙使者引领来，因亡者的灵来，你看，亡者迄个灵爱到现场，互人受罪来。但是虽然咱无看到地面，但是咱户外感觉，地面中真正两相时呢，迄个咱富良林公园迄个老和尚，但是伊受到迄个干扰，真正正确的迄个确实是真正，所以呢，咱户外感觉。虽然是情绪上，但是一定爱好啊修啦，叫点仔师来带修淡，因为各人作业各人担，各人承受各人的啦，因为咱同学因迄个拄利用即个机会，也叫咱大家共勉啦。大家共勉，因咱同学可能迄个较难，所以伊演出台的所在，我们咱一位代表呢，大家爱以上呢，咱今仔日同学阿明介绍咱当初呢，因为咱迄个高雄呢，陈美香刘真人回来，也能够表演。以上就这样，祝咱身体健康，万事如风平无事。感谢顾问主席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今仔日咱邀请到咱高雄陈美香连任为咱今仔日主笔宣传，咱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咱的党员。